今次咧就想介紹翻一個咧懶人減肥法俾大家，都可以講係零節食啦、免運動咧都可以輕鬆瘦。想知道咧點樣可以一勞永逸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只需要咧養好腸裏邊嘅瘦菌啦，同埋踢走一啲唔好嘅肥菌，咁咧就可以提升熱量嘅代謝啦，同埋養好一個易瘦嘅體質。好，咁今次要介紹咧就係呢一隻嘅極瘦菌，佢係可以有效提升基礎代謝嘅。咁每日咧瞓之前食一包呢個 Slim Pro 極瘦菌啦，咁啊將200億嘅瘦菌並直腸道同埋平衡體內嘅肥菌嘅比例啊，只需要增加瘦菌咧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㗎啦，而且仲可以阻止脂肪嘅合成添，加速白色脂肪燃燒，亦都無需刻意節食同埋運動就可以瞓住嚟瘦㗎啦。Slim Pro 裏邊咧含有5款嘅醫療級極瘦益生菌組合啦，同埋5種消脂成分嘅。臨床證實咧，佢係持續一路食 Slim Pro 極瘦菌4個星期咧，咁喺冇節食啦，同埋增加運動嘅情況之下咧，都可以減少體重2 kg 啊！咁體脂嘅比率咧下降1%添，亦都有多項國際抗肥減脂文獻啦，同埋專利嘅認證啊！另外一款咧就係懶人鹽卡啫喱，佢係一種吸油海綿嘅技術啦，形成纖維網包裹形式咁樣吸油啊，慳前一條呢一個 calorie cut 啦，就可以有效阻隔66% 澱粉吸收。以1碗白飯為例咧，就只有1/3碗嘅白飯同埋熱量咧會被身體吸收嘅啫。咁我自己咧就已經係食咗呢隻 Slim Pro 啦，同埋 calorie cut 咧，大概1個月嘅時間到啦，嗰個體重咧係明顯下降咗大概1 kg 左右啦。咁同埋咧，我自己感覺到咧，淨係比食呢個 calorie cut 咧，即係呢個鹽卡啫喱咧，佢嘅成效咧係更加快咧出到嚟嘅。所以減肥嘅時間一路 keep 住食呢個 Slim Pro 啊，同埋 calorie cut 咧，咁就零節食啦，亦都免運動，就可以輕鬆咧瞓住覺都可以瘦到。所以如果你想消脂瘦身咧，又唔想運動啊，又怕肥又驚反彈，咁呢一款 Slim Pro 咧就最啱你㗎啦。Slim Pro 同 calorie cut 咧都係莓果嘅味道嚟嘅。餐前咧食一包 calorie cut 咧，佢就可以阻隔熱量咧。瞓之前咧食1至2包 Slim Pro， 咁啊快速提升代謝㗎啦。Slim Pro 咧基本上可以直接咧倒入口食啦，或者係愛嚟沖水飲都冇問題嘅。